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在上一集中，我们知道了新化老街因为利用了老屋立面专案计划，让整个新化老街将会变得更漂亮。但在这一集中呢，我们要更深入的了解什么是老屋立面，所以呢，我们要有请我们新化老街的老屋立面修缮计划的主持人林世清老师。老师好。老师，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一个老屋立面的这个计划，它主要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不同于其他的老屋修复过程的一些有什么不同的规则？好，我们这个老屋立面整修的计划的宗旨其实是想要凸显我们这个各区都有很多核心的大街，那些老大街呢都是很有具有历史性特色、文化特色的老街，代表不同时代背景的这个建筑物。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店家常常因为整修或者是安装的招牌，使得这些老屋的立面逐渐的被遮掩了，然后失去它的光彩。那甚至常也因为地震，然后那个台风的关系漏水，外面的阳台的装饰脱落、掉落，产生一些危险。这个工程呢，主要是希望透过几个重要的原则啦第一个就是招牌减量，招牌减量，所以是指说招牌就会变比较少吗？变得比较小，然后变得比较小，不要去遮掩我们建筑物的2楼的立面。可是你把招牌拆掉了、卸妆了，它是不是这个皮肤外观就像破损？对，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就会把外观清洗，墙面的部分，对，旁边清洗完之后，你就发现很多墙面都是破碎的。这时候就要去补墙，然后修补它的裂痕，甚至要重新施作它的外表。然后如果发现它的结构有损伤了、有裂痕，搞不好就要请结构技师来鉴定，来补强它的结构。没有错。然后外观的照明就是夜间的照明，我们也透过灯光来凸显我们的建筑物，而不是只是在凸显那些招牌而已。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行人甚至是游客走在这个骑楼上、骑楼内更安全，然后更友善。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呢，这个街区呢，可以因为一些的改善，它变得更漂亮，把老屋都凸显出来。那也希望有更多的店家就是参与，就是加入这个计划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什么是老屋立面，谢谢老师，谢谢。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5月28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首先来关心议会市政总质询。之前因为传出未少火警伤亡，毛议员林议员特别关心主体警报器安全状况，除了要求消防局要建立一套执行的计划甲制度，另外伊嘛希望市府相关的局处共同合作，好就市甲中介修理河顶3大族群会当优先安装。为确保独居长者甲中介修理户的用火安全，市府这几年来推出加装住宅火警警报器，甲其他县市比较，人拢有拟定执行的计划甲制度。不过台南市却完全靠消防局来安装。对此，议员林议员希望市府会用跨局处来合作，希望早日完成3大族群的住宅警报器的安装。公所的社会科，他就可以来主动来告知我们消防局的需求嘛。因为现在我很怕这个安装助警器的压力压在我们，就单压在我们消防局上面，就压在基层人身上，这也不好。那我们平常忙的事情够多了，所以如果说因为社会科本来就是最关心里内的事情，他最关心这个区内，他最清楚嘛。那或是里办公室接受民众申请，他也可以直接让有些民众他是可以自行安装的嘛。那或是说社工他本来就会去访视这个3大族群的时候，他也可以在这个和消防局一起去看的时候，顺便来检查一下说这个3大族群的居家环境的消防的状况。我们在这个26000颗再装下去以后，就100%几乎完成了那么后面就剩下我们一般的民众
本来就是民众要自己去装啦。我觉得这26000颗装完之后，我们到达80几以后，我们是积极来鼓励我们民众自己来做。除了关心人民的生命安全，另外议员嘛关心违规取缔的开发。议员去公园内机车黑白骑，甚至路边人行道的违规停车等，议员要求警方要严格来处理。伊认为该处理就要处理。林议员表示，家己可能是少数赞成警方开发的议员，至少做对的代志就是要坚持。台南新闻林根张硕伟采访报道。接着，议员柯林在伊市长选举时，以人民为中心的5大目标政见，伊甲市府各叫出探讨。加上日前10个满意度调查，咱台市伫治安、教育等几项目标拢摕下6都第一。会中议员嘛表示肯定，对此市长自认为也受部分也做无到。议员徐友仁针对市长黄伟哲伫参选时所提的政见，包括清廉效率、智慧政府、公开透明、加精神团队等。虽然执政1冬外来有看到一寡袂歹的成效，不过伫人事部分，议员嘛看到未少的前民意代表来入阁。议员呼吁市府用人爱为财，千万唔通因为选举为考量。议员选无掉的，对不？你来邀请入来，但是不是负责所谓的局处的业务？若无选的，无选的煞无头路，对不？我感觉讲，到底你的标准是人才，就是为了我们台南市来取材，还是有了一些所谓的选举政策的无奈，对不对？来做处理，这点我感觉你要甲社会做一个交代。是，我感觉讲选举是一回事啦，但是有当时并不是选举无调，人生就变黑白啦。选举无调，伊嘛是要有机会啦。他譬如说有没有办法有另一个情形，譬如说他去当社区总干事，或者他去当社区主委，其实很多方式还是可以。所以，这人的行为是拢你家己亲身督考咯，因为你无法度叫其他人来督考啊。如果您指出特定的人，譬如说参选议员没有参选成功，然后进到市府服务，那如果中间有言行不当，这个情缺不好，甚至上次你有提过说在上班时间有做一些。市长，我认为你可以跟我讲，我愿意做。这些议员嘛以《远见》杂志公布的2020县市长的施政满意度调查结果，表示台南伫个教育、加警政治安、经济就业等3项的指标，摕下全国进步上济。不过市长黄伟哲嘛谦虚的表示，还佫有真济进步空间。今天看到那个成绩，坦白讲还好而已了。因为这1年来，我觉得我们的团隊已经非常的努力了，所以说那个成绩只能说差强人意。差强人意，因为我们好像看起来我们是4科半，是4科半，但里面有一些项目，我觉得其实你可以看到新北市比台南市人口多，然后它进步的幅度也比台南大，所以真的是很多事情我觉得是不分蓝绿的，大家做良性竞争。另外，伫个环保甲医疗卫生方面，议员除了积极争取伫个新丰区来新设立市立病院以外，至于城西分化路的3期计划，议员嘛真反对将粪扫来刷到规定的 MI 场。不过环保局长谢世杰回应，粪扫的处理是有区域性的，加上规定 MI 场还佫有充足的空间，等待3期完成，会佫再运回来处理。台南新闻林根张硕伟采访报道。同款关心市府施政满意度，也佮有议员陈平勇，议员除了肯定市长高满意度的评比，另外嘛关心地方交通建设，以及台积电伫南科的3奈米建厂，敢会受到前往美国投资影响？对此，市长表示，整个投资案并无变化。议员陈平勇质询时，首先为市长的施政满意度高达8成1，接近5颗星的表示肯定。另外嘛为台积电将要伫个美国来投资建厂，议员关心是毋是会影响到南科台积电的3奈米的进度。市长表示，整个投资案是无改变的。咱迄个半导体产业是咱台湾的护国神山嘛台积电是咱台湾的
台湾之光，台积电是我们台湾之光嘛，哈。是。啊，伫今年哈4月份的时阵，媒体有报道啦，哈，讲南科的台积电晶圆18厂3奈米厂，因为疫情的关系，工程按绝标喊卡，给我图片1，是不是有这一回事啊？我跟陈议员报告，这个媒体的报道跟实际的情形有一点点出入。哎，那目前台积电的进度是怎样？他们的3奈米的部分并没有受到影响，只是可能说开工的日期可能会稍微其实他们也没有给确定的答案，但是这个原先投资的部分是没有改变的。除了关心科技厂的建厂，另外议员嘛为南科的道路交通来争取改善，尤其南科的西拉雅大道，因为路基有路渣，造成道路变成波浪状。对此，工务局嘛回应，已经报精检2期来处理。这条道路哈，它的路基回填哈是含有炉渣，所以也回填的路基不佳，所以导致哈一条路哈有波浪状啦。就那像吼我多天看的吼，那像咧骑马共款啦吼。所以吼，伫阮新市善化这个中间吼，所有民众吼，拢讲这条叫做骑马路。这个案子因为比较大了，所以我们会报在这个2.0的这个前瞻计划里面来做改善。另外，拥有4000级宾感的新市公有市场，因为地下室的漏水，加上瓷砖剥落，议员嘛希望经发局会用赶紧来改善。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由红红社青商会所举办的10大杰出儿童，今已经迈入第32届。每一档拢对各校当中选出上届优秀的儿童，希望透过因的表现，成为其他学生的模范。28号下晡举办颁奖典礼，儿童郭信良嘛亲自出席颁奖，场面相当温馨。台南市红红社青商会为了让台南的学童会使伫同辈当中有合适的对象，拢持续举办10大出奖儿童的选拔。今年迈入第32届，28号举办颁奖典礼，会中议长郭信良甲侪位议员拢亲自出席参与，并以颁发奖座。除了肯定这10位儿童的表现，议长也希望未来因成功的时阵，莫忘记家长甲老师的辛苦。以一个分会来讲，这是一个充满我们社会该肩负的责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而且也已经持续了32届，陆陆续续已经替我们台南市来产出了这320位表现优秀的学童。那么当然在这之前也有许许多多得奖者，目前也都已经投入在社会各界一样肩负着服务社会、回馈社会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使命。那以前呢，非常的荣幸可以来担任分会会长，也能够来承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恁会当一个杰出儿童，除了恁的天分，恁的认真以外，家长恁妈妈咧甲恁开钱足恐怖。那像咧贴砖仔角的，也要遮补习，也要遮辅导，也要遮些教材。他是有所成就，你一定要回头看一看你的学校、你的母校。你的家长、你的母亲，一定要回馈社会，回馈学校，回馈父母亲。今仔日伫这活动内底，阮所有议员足重视，嘛足关心今仔这活动，所有来了遮侪。那希望呢，这次的同学，你们能够自我努力，再次突破，学会猛进，为这个社会、国家尽力出你们的心力。会后，这10位出奖儿童也送上100位祝福议长，也互伊非常的欢喜。同时，议长也现场加码，将要颁发3000块的奖金予因，希望因会使好好努力。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小等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由市府教育局甲新大科学教育中心所共同办理的全民科学周，今以生活化的实验，要互学生了解各种的科学知识。第一站将伫文献国中加开数目，并且陆续巡回全市32间国中。由教育局甲新大科学教育中心共同举办的全民科学周，透过各种的科学实验，互自然科学的教育更加活泼。今年持续以生活化的实验，互学生会使了解到生活当中的科学知识。第一站来到文献国中，参与的学生也伫记者会当中向大家介绍因的研究成果。主题是神奇的水，然后我们运用的原理是光的全反射。那我们全反射原理呢，就是当它的光线它通过不同介质时，它会产生反射的现象。那可是呢，当它光的入射角比介角还要大时，它就会展现出全反射的现象。新大物理系的主任也表示，这活动这几年落来，除了学校拢非常了解整个流程，并认真参与以外，也成为台南教育的一种特色。这个活动今年已经进入了第6年了，好，然后我们参加的学校从20几所到30所，今年更多，最多32所，那几乎是台南市国中应该是一半，应该超过一半了哈。那我想这个活动真的很谢谢那个台南市教育局的鼎力协助帮忙，我们走到今天。然后这次的活动我们科教中心许教授跟他的团队呢，我们设计的活动主要是以生活相关的光学实验。那希望透过这些寓教于乐的动手做实验，让同学可以从中学到科学的内涵，还有生活上的应用。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做这个活动，应该是超前部署我们在很早之前就采取了所谓的材料包跟电子教材的概念，然后另外呢，我们有一点在进行国中版的探究与实作，所以我们的活动走到今天，其实已经慢慢有一点各国中都了解这个活动的性质。其实有时候活动没开始，就会询问什么时候开始有活动。那我想说，这个活动在台南市应该是一种特色。我想，据我所知，全国台南市的全民科学活动，在台南市区内的国中的分散的范围跟参与的人数，在全国各县市来讲，应该是非常特别的。好，然后今天这个开幕仪式呢，我们就正式展开全民科学周。教育局表示，新大科学教育中心所制作的教材内容活泼又搁生活化，会使予自然科的老师作为补充的教材。所设计的实验也是简单好了解，会使提悬学生对科学的兴趣。未来也将会持续甲成功大学科学教育中心持续来合作，继续推广科学。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开幕以来，就起真侪领导的指定发展园区，目前推出全新展览，叫做“奇幻足迹”。展览当中以海洋高生物作为主题，搭配360度的互动导影加 AR， 要予参观的民众亲像参与一场海洋的冒险。有兴趣民众不妨把握机会前往观赏。指定发展园区对开幕到现在吸引了侪游客，为了予参观的民众会使熟悉到更较侪无同的画质。现在也特别规划了以着海洋古生物为主题的特展“奇幻足迹”，除了展示了各种的鲸豚画质以外，上特别的就是这个360度环境互动的投影，将古早海洋的生物呈现伫观众的面头前，同时也有伫陆地生活的海洋甲巨齿鲨的画质，要予参观的大小朋友体验到海洋生物的吸引力。1楼的地方会有一个360度的互动环境剧场，这是在我们台南市首先第一座出现的这个的环境剧场，非常欢迎大家来体验。那里面呢，你会看到很多的古生代的生物，例如说像是苍龙、薄板龙。那我们有机会呢，在这一个空间里面跟它近距离的互动，甚至是召唤他们，看到他们的整体的生态的过程。那主要呢，带到2楼的部分呢，我们这次主题会带到所讲的就是地球46亿年来，生命经过30几次的水上、陆上的上上下下的这个过程的演变，从鱼类的鳍一直到陆上变成足。一直在陆上的足，再次下海之后，它再变成鳍的这一个的过程。你有看过会跑的鲸鱼吗？陆上会跑的，它叫不叫鲸鱼呢？那在这个展览里面，你会看到一只会跑的鲸鱼，叫做巴基鲸。
从这只巴基鲸呢，它是新生代的生物，演变到目前所有目前鲸豚类的这一些的水里啦，不管是海豹、海狮、海狗、鲸豚类，全部在这一个的演化下的一路的衍生下来。这个展览非常的有趣，保证不会枯燥，也不是到了一般的博物馆去看到一堆的枯骨，我们可以透过现代的 AR， 我们让每一只所有的这一些的化石，全部在你的面前，它重新再活过来。6号上午，市长王伟哲也特别前往化石园区，除了听出化石的介绍，也体验了这360度环境互动的投影。整个特点也让市长非常娱乐。同时，市长也邀请民众会使伫母亲节的期间带妈妈来，会使享有侪优惠。你刚刚可以看到，我现在站在巨齿鲨的这个嘴巴的这个前面来做一个记者会。可以知道，事实上我们这个奇幻足迹的特展，事实上是展品相当丰富的，不管是鲸豚类，甚至像这个鲨鱼，其实都充满了知性和感性，也充满了教育性，也能够让这个亲子一起前来参加。那我们特别要说，为了庆祝母亲节，也为了感谢妈妈的努力，这个事实上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妈妈是免费的。好，那只要陪妈妈一起来，为了表示你也很孝顺，所以给你打7折。好，那可以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带妈妈来呢？不是因为她免费，而是因为她珍贵。因为母亲是我们最珍视的，家庭最重要的成员。但是我们的这些化石也是很珍贵，所以带珍贵的母亲来看珍贵的化石，这可以让我们奇幻足迹更充满了这个妈妈母亲节感恩的味道。这届的展览也有提供 AR 互动的丰富内容，完成任务也会使得到神秘的小礼物。如果是喜爱海洋生物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好耍阁有教育意义的奇幻足迹特展。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多云有时乌阴，准雨下是雷好天气，温度27度到29度，落雨9无成。海面边境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5月28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